哇，超難遇見，見唔見到啊？雲喺個海上面形成咗雲海，要儲幾耐嘅幸運先可以見到咁樣嘅一片雲海日落。幫我影白色。老鼠都出嚟睇，可能差唔多係時候返工。係啊，好忙啊，到今晚。行到過去啊！佢兩個都行咗過去啦。咪好小心。靚仔，呢個靚唔靚仔啊？我哋5個人都入晒鏡。我都係第一次睇呢拜拜，父母！你呢個睇咗人生最美嘅日落。